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，咱知影讲国情啊，但解文说义内底有提起，民间有一寡话歹势讲，用代名词来代表。尤其讲到这个金钱，有人讲叫做红阿飘，对国情你捌讲过，嘛有人讲叫做孙中山，但即马无啊啦，无咧讲孙中山啊，即马咧讲五个囡仔啦，迄拢是代表金钱的意思。啊，业界，我哪有业界的讲法咯？我莫谈遮讲，我另外来讲，讲迄个台语歌内底有写着好野甲善，安那有批评啦。诸葛亮啊一条歌，讲叫做归藏好好，这是民族诗家武勇老师所写的。见面歌词讲，有钱的人爱做阿哥，典风神佫上爱人报，考租的朋友归仓库，下租的朋友唔照顾。讲到这，大家落对比，咱就知影，啥做考租的，啥做下租的。先来讲租啦，吼，租就是你一租我一租无共租啦，毋是讲买厝租厝迄个租，是讲咱一人一边啦。你一租甲我一租，互相要相见，互相要相拍，互相要比赛，咱分互无共边啦。啊，啥做下租的，啥做考租的？简单讲，考租的国情捌讲过，迄门主哦考内底就是杂啦，所以吼考租的。咱前回讲红仔飘考，就是讲吼钱真济啦。考租的就是有钱人去租的好过去租的啦。毋则讲考租的朋友归仓库。啊，另外对比咧，对比讲下租的朋友毋照顾，下这都毋免加解说，就是讲一日安尼目睭金，就是咧下，就是心动不饱，就是欠用钱安尼就对啊。所以考租的甲下租的相对比啦。啊，共款，国情安尼讲真济人吼。唔敢直接讲，爱用代名词，用暗示的，讲人伊吼已经考租的啦，真好过啦。敢嘛，佫有迄个话，你讲甲趁钱有关系？有哦，佫刷落去，我那甲台语歌有牵连。一条歌叶俊麟老师作词的，叫做《大船入港》。当然咱知影啦，那家人咧讲，迄个人毋捌看过大船放流，意思讲吼，眼界真浅薄啦。毋过大船入港，咱即马社会咧流传就是讲，最近拄啊趁着大条钱，安尼嘛讲叫做大船入港。哦，啊你大船入港啊，毋过面啊，过面啊，意思就是讲，春了吼，免阁烦恼啊，赚起来，安尼叫做过面啊啦。毋则曲芳德老师，我哪有一条歌叫做《可怜的酒家男》，收煞两句歌词就讲感情若要行好亲，就要等我春过面，过面就是讲赚起来就对啦。